好，因为我们时间宝贵，那么我们先就马上进行了。那首先我们南华大学先谢谢我们台中新生市的校长陈校长，还有保副校长、保副校长，我们是不是先给他鼓掌？谢谢他们为我们尽心尽力。那天我来的时候，特别跟他沟通，他也很重视我，他跟我说我们那个老师应该是比较不一样，所以他特别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比较这个伊斯兰教的地理思想核心，还有一些简单的导览。那现在这是我们先互相双方的这个所长还有老师还有校长，由我先简单跟他们介绍他们背景，介绍完以后我就负责书籍，然后最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教长，我们的教长是范道先生我们的这个台中先生的教长，那他是留学埃及的埃及哈尔大学伊斯兰法学系毕业，所以他们当教长在拥有非常崇高的一个在这个可兰经还有他们教育的非常的森严这样的，接到国外去留学回来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尊敬那么另外是说我们副校长是保孝廉先生他是这个高伊哈佛麦地伊斯兰大学伊斯兰宣教系的学士，所以他们是真正在他们的一个国家里面真正留学过，然后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考试跟认同那这部分是值得我们去给他们推崇。那现在我们是介绍一下我们南华大学南华大学我们的所长于凯文于老师那我们的李校长老师他是哲学博士，他专攻南传的佛教还有一些哲学的意义再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何建先生何老师他是留学这个印度哲学博士他专长是哲学、印度学还有什么佛学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郑先生老师他是我们学校的助理教授，他的专长是基督天主的一个宗教思想，还有宗教社会学这部分也值得我们去学习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校长准备一些资料，那也要附赠书籍那是不是我们校长这时候我们就把要送书给我们的采访周教授这一本概讲他是以近代科学来讲行业跟生产那因为这种呢是我在日常在金融室做了